由澳門樂言國際慈善會主辦，獲教青局、培正中學、街坊福利會支持的聲動心弦唱響無限可能至叻星共融歌唱大賽決賽於本月20日下午2時在河麗苑華庇道演藝劇院舉行，匯聚不同群體同台獻技，並特邀珠海市特殊教育學校資深音樂導師領導交流，以歌聲深化灣區教育與文化共融。樂言國際慈善會會長馮琦表示，大賽籌備逾1年，感謝灣區各界鼎力支持，尤其香港特教專家及珠海特殊學校代表親臨指導，讓舞台洋溢溫度與共融力量。這次大賽不僅為參賽者提供展現才華的閃耀舞台，更致力推動社會共融與灣區文化交流。經過角逐，至叻星大獎由紅光 band 奪得，未來新星獎由蚊俊謙獲得，最佳組合親子組由嚴酷、尹國雄奪得。大會還評選出最佳笑容獎、最佳演繹獎、最佳台風獎、最佳表現獎及我最喜愛10大金曲等多個獎項，並即場頒獎。